一開始4個彩色圖案從畫面中央向外拉開，見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同參加四川親親大熊貓學習體驗團嘅一眾友師同學員喺香港國際機場影大合照，彩色線條圖案喺佢哋身邊出現。然後畫面轉去共創明天計劃畢業典禮，一眾學員喺台上戴上畢業帽，而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劉艷同社會福利署署長李佩斯則喺後方鼓掌。彩色線條圖案喺佢哋身邊出現，一組字彈出，寫住開闊眼界。學員旁白話：參加共創明天計劃，開闊我嘅眼界。畫面轉去一個友師同一個學員參加未來科學家愛科學 I 探索活動，學員拎住望遠鏡觀察目標，彩色太空圖案喺佢哋身邊出現，一組字彈出，寫住師友配對。學員旁白話：友師嘅陪伴加上多元嘅團體活動。畫面轉去一個學員喺八鄉少信中心體驗日進行訓練，挑戰繩網陣喺半空中步行。彩色線條圖案同向上箭嘴圖案喺佢身邊出現，一組字彈出，寫住增強自信。學員旁白話：令我自信心強咗，諗嘢都正面咗。畫面轉去一個學員參加共創明天計劃成長分享音樂會，正在彈電吉他，彩色音樂圖案同火箭升空圖案喺佢身邊出現，一組字彈出，寫住自尊感。學員旁白話：仲識得欣賞自己。畫面轉去一個學員參加中電校園工程師計劃，喺航拍機編程工作坊中使用航拍機，彩色線條圖案同獎杯圖案喺佢身邊出現，一組字彈出，寫住制定目標能力。學員旁白話：為將來訂立目標。4個彩色圖案快速關上及打開，畫面左邊出現2部橫向嘅手提電話，上方嘅電話播放一隻手使用手提電話進行理財計劃嘅片段，下方嘅電話則播放理財遊戲道具嘅片段。彩色統計圖案同金錢圖案喺熒幕上面出現，右方出現一組字，寫住財務規劃能力。學員旁白話：學識財務規劃。電話向左右兩邊移走，3個彩色圖案從畫面中央出現，再展開至全熒幕。4部橫向嘅手提電話從左右兩邊移入，分別播放友師同學員自拍嘅片段，友師同學員參加團體活動嘅片段，到香港中文大學參加繽紛語文攞高分活動影大合照嘅片段，及學員喺共創明天計劃成長分享音樂會影大合照嘅片段。彩色線條圖案喺佢哋身邊出現，右上方出現一組字，寫住人際關係技巧及建立社交網絡。學員旁白話：識多咗朋友。電話向左右兩邊移走，2個彩色圖案從畫面中央出現，再展開至全熒幕。2部橫向嘅手提電話從上方移入，上方嘅電話播放學員喺八鄉少信中心體驗日進行訓練，挑戰繩網陣嘅片段。彩色線條圖案同向上箭嘴圖案喺佢哋身邊出現，下方嘅電話則播放學員喺共創明天計劃成長分享音樂會表演嘅片段。彩色線條圖案同鼓掌圖案喺佢哋身邊出現，左方出現一組字，寫住抗逆力。學員旁白話：抗逆力。電話向下方移走，2部手提電話從上下方移入，播放參觀訓練馬房嘅片段。彩色線條圖案同星形圖案喺佢哋身邊出現，左邊嘅電話向下移走，另一部電話移入，播放學員喺四川大熊貓基地參觀與照顧大熊貓工作嘅片段。彩色線條圖案喺佢哋身邊出現，右方出現一組字，寫住責任感和同理心。學員旁白話：責任感仲有同理心都進步咗。電話向上下方移走，3個彩色圖案從畫面中央出現，再展開至全熒幕。一部橫向嘅手提電話從左邊移入，播放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同參觀馬醫院嘅一眾友師同學員喺沙田香港賽馬會醫院門外影大合照嘅片段。彩色線條圖案喺佢哋身邊出現，右方出現一組字，寫住對社會的歸屬感。學員旁白話：對社會更有歸屬感。4個彩色圖案快速關上及打開，畫面見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同一眾友師同學員參觀賽事化驗所。彩色線條圖案同放大鏡圖案喺佢哋身邊出現，畫面一轉，
見學員喺八鄉少信中心參觀，彩色線條圖案同向上箭嘴圖案喺佢哋身邊出現。畫面再轉，見共創明天計劃畢業典禮，學員、家長同友師一齊對住鏡頭作出讚好同勝利手勢。彩色線條圖案、獎牌圖案同氣球圖案喺佢哋身邊出現。學員旁白話：參加共創明天計劃，激發我對未來嘅諗法。畫面一轉，近鏡見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同參加千人海洋探索之旅2024嘅一眾學員喺海洋公園影大合照，大家一齊揮手。學員旁白話：而家我敢於跳出框框，更好咁規劃自己嘅人生。4個彩色圖案快速關上及打開，最後見共創明天計劃標誌、政府資助計劃標誌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區徽。